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今仔日阁来到主的圣日，伫遮咱伫网顶三合来敬拜上帝。咱的教会已经面对面的聚会已经差不多1个月咯，但是来参加的人大部分是青年人。那么凡年纪较大的呢，也阁是借着这个网顶的聚会，因为因行身体较软弱受感染，真侪人三合主这个时阵行受感染，所以因现在只有伫网顶来参加聚会，所以我盼望。无论咱徛伫本国的，或者是徛伫外国的，在主内兄弟姊妹，盼望恁也是伫主日来开你的电脑，还是手机来收看咱主日崇拜，甲听这个信息。盼望伫这个灾难当中，有真侪人。因为拄着各种的困难，心中无平安，失去了喜乐，心中惊吓挂虑。咱盼望借着上帝的话语来鼓励咱，来帮助咱，互咱灵内面有力量。也求圣灵借着伊的话语，通来帮助咱，伫这个灾难当中、疫情当中，加添互咱快乐。互咱信心，也互咱对上帝话语、对将来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若无上帝的话语来帮助咱，咱感觉活伫这个世上有真侪痛苦、忧愁、苦难的代志。有的人住厝内伤过久咯，感觉真孤单。顶几日我记得这个。徛伫别个城市的老姊妹90几岁咯，伊敲电话互我，对真远的所在敲电话互我。伊讲头一句讲的是牧师啊，我真孤单呐，我真寂寞呐，无人来探我，无人甲我讲话啊。所以，咱也是知影，伫这个疫情当中。真侪人无出门咯，也无彼此来探望咯，所以有的人住厝内感觉真孤单。但是咱毋通袂记咧，上帝是无受到地区也是这个物质的影响，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伊知影咱的心情。借着圣灵来安慰咱，来鼓励咱，加添互咱信心，并且将迄平安喜乐赏赐互咱。咱通家己感觉说，哇，真怨叹，真绝望。咱毋通安尼想，因为上帝互咱的毋是绝望的，是互咱永远有盼望的。所以今仔日来借着上帝话语，咱三合做一来敬拜主。知影咱的上帝是咱的避难所，是咱的力量。来，咱来唱等下要唱一首诗歌，咱随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伫这个疫情当中，你仍然无放弃阮。你的话语常常鼓励阮，你的圣灵常常安慰阮。有的兄弟姊妹心灵软弱，求上帝。你察看，你知影，求主你帮助因。有的心理上有真挂虑有的身体的软弱，有的生理工作的问题受到影响。求上帝你甲因同在，求上帝的灵亲自来安慰因。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阮，因为你的话语。是阮信心的来源，你的
永远是阮信心的保障。因为有你的话语，阮才能相信上帝永远活咧，上帝无离开阮，上帝为阮预备这个永远的盼望、荣耀的盼望。阮感谢你，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你，求主继续甲阮同在，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感谢上帝恩典，上师
咱一首真好听、真有属灵深度的圣诗。天父必看顾你，天父的确要看顾你。这首诗歌甲咱讲到，无论咱拄着什么款的境遇，拄着什么款的灾难，无论咱陷伫什么款的环境下面，上帝的确要看顾咱，时时看顾，逐点要看顾，上帝要看顾咱。这个互咱伫灾难当中的这个世界内面啊，互咱得到真大的鼓励甲安慰，因为上帝要看顾你。各位兄弟姊妹，咱知影，咱现在是活伫这个科学发达的时代，可是呢，咱现在的生活真侪担忧，真侪苦难，真侪痛苦的代志。有一个破病，继续会临到人的身顶。咱伫这个世上啊，有一摆突然的灾难，还是一摆突然来的地震，还是一摆身体的检查。咱听到咱检查的结果呢，就是互咱失去了平安，失去了快乐。或者有一摆的灾难啊，互咱丧失了一切了。咱知影，伫社会中有一句话流行伫人的当中，这句什么话呢？英文叫做 phrase， 韩文叫做短语啊。这个短语伊讲苦难啊，拢是人犯罪带来的。苦难是因为人犯罪而来的。这一句话是绝对的真理吗？圣经有安尼讲啊无呢？今仔日啊，咱的题目就是约伯的故事。那么伫约伯的故事内，是即款的情形吗？是即款的因着伊的罪，才有灾难的临到伊呢？圣经对苦难有甚么款的启示甲勉励呢？怎样互咱的安慰呢？所以今仔日咱对约伯记、约伯的故事讲起。约伯记，这个约伯记是一本这个为着世界顶苦难的人而写的一本用诗歌古代的诗歌来写成的一个故事美丽的诗歌。那么这本册当中的主角就是约伯约伯也是这本册的名。写这本册呢，是写一个古代伫军东中东军东就是中东迄个时节有一个真贤良的人，可以说是好人，可以说是咱义人，而且真有钱。但是呢，虽然伊真好人，伊真有钱，但是几乎伫一日当中又失去了伊所有的。咱先对伊的财产来看，伊偌好业呢？伫当时被称为是一个真好业的人，真有这物质财富的人。伊有7000只的羊，有3000只的骆驼，有500对的牛，有500只的母驴就是驴人去母的，并且有真侪这个查某囡就是仆人甲婢女，伊还佫有7个查甫囝，有3个查某囝。
那么因而常常啊，三合组织啊，伫咧自残啊，这个家庭啊，来显出这个和谐的景象。但是伫一日当中啊，这约伯所有的财产，连伊的10个囝儿的儿女啊，拢无去了。迄财产互人抢无去了。伊的10个囝儿伫大风台当中哦，突出得死了。一日当中就失去了伊的一切。你看，这个被上帝称为是地顶再无有人亲像约伯转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竟然伫一日当中啊，完全伊的财产完全丧失去了，无咯。毋但安尼，伊也心中还阁得到一个改变。这个改变是啥物呢？就是对骹底到头顶，规身啊得了毒疮。毒疮啊！那个毒疮哦，毋但啊疼阁痒，你啊空阁白阁袂做白，你说白就老血，皮肤就破去。那愈白愈爽，就愈痒愈疼。伊就坐伫遐非常痛苦，坐伫地顶的落叶当中哈，用花片，就是起厝的，咱中国起厝的花片吼，来刮伊的身躯，痒啊，艰苦啊，伊就用个花片较来哈，活人刮伊的迄个身躯啊，非常的痛苦。伫世间人看来啊，伊真是一个人财尽失、身心俱伤。意思就是，无论是人，无论是财物啊，无半项啦，失丧去了，拍无去了。伊的身体啊、心灵啊，非常的伤心痛苦。哎呀，那么咱看伫即款的情形下面，约伯伊的心态是怎样？伊的表现是怎样呢？伫约伯记第1章第20到22节吼，安尼讲啊，约伯吼就起来，就踢你伊的迄个外袍啊，就剃头就伏伫地顶来敬拜神，并且喙内安尼讲。说我赤身出于庙台，也的确要赤身归回。想死的是耶和华，脱去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而来的。咱看觅，这个人受到这大的痛苦、这大的灾难的时阵，也阁有法人讲即款的话，实在是世上无前人啊，下无来者，就是毋捌听到有讲即款的话的人啊。人都咧痛苦，都咧受灾难哦，也阁会学了上帝的名，真恶切教。毋但啊安尼，伊阁安尼讲，伊说圣经来讲，伊说伫这一切的代志顶啊，约伯并无犯罪，也无以神为愚妄的有愚妄的，伊就是说无随便评论神，啊是普通人咱哦，拄着灾难的时阵，可能离开主咯，无来礼拜咯，啊毋读圣经毋祈祷咯，甲主会远离伊咯。但是伊却是继续坚持亲近神，坚持信靠主，坚持来学罗上帝。即款的人啊，真恶。我曾经捌拄着即款的代志。有一摆啊，伫正月初1、初2，咱本队常常伫这个
新年啊，拢有几日的假期啊。我交一个家庭啊，是信主的家庭啊，出去郊外旅游。伫下晡要倒来时阵，伫海尾要接近迄个城市，伫海尾咧远远的看到迄个城市下有一股乌烟啊，向天啊慢慢啊升起来。阮说海咯，迄个城市火烧了，有这个所在火烧了。这个是一个小城市，毋是大城市啊。那火烧可能会传去别个，真紧就传去别个所在。阮就赶紧车就开较紧的，就到迄个火烧的地点。哎呀，想袂到，迄个火烧迄块厝吼，正正是我甲迄个家庭的主人吼，迄个家庭啊，是伊的点商店，甲伊的徛家。想袂到，快快乐乐的出去，倒来伊的厝火烧。我徛伫迄个主人的边头，迄个姊妹的边头，我虚空的听到伊家己咧讲，家己念圣经当中一句话，就是约伯记内面约伯所讲的。伊讲我切身来到这个世上，也的确要切身归回。想死的是耶和华，退去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上帝的名是值得咱学老称颂的。你看卖咧，咱逐摆讲，世间人咧讲，这灾难是因着罪，因为迄个人犯罪，才临到伊，灾难才临到伊。约伯是毋是即款的情形呢？啊，这位姊妹真听主，是毋是即款情形呢？但是伫灾难当中，伊有法通对内心讲出即款的话。我切身来到世界，也要的确会切身离开。想死托我是上帝，上帝若要退去，伊有迄个权柄，伊就退去。但是我的心内继续要学老上帝，上帝名是值得学老称颂的。咱有法人讲即款的话也无呢？所以世间人所讲的说苦难，永远是对罪恶来的。但是这句话并毋是绝对的。咱知影有时可能世间有真侪灾难的代志，是人为的，是人犯罪、贪爱贪心所做。所以咱看起现在的世界有真侪凶杀案，拢是人的犯罪，拢在谋杀案咯、战争咯、绑票咯、绑架咯、恐怖咯、恐怖分子破坏咯，等等，拢是因着人的犯罪来发生的。甚至这个约伯的三个好朋友啊，看到约伯伫灾难当中，伊对别个所在来苦劝伊，为着要来安慰。因安慰的话语是啥物啊？就责备约伯啊！伊说义人袂受到艰苦啦，袂受到受苦啦。伊说人若种罪恶就会受罪恶。苦难是因为罪的结果啊！伊的意思就是说，约伯啊，你拄着这灾难是因为你犯罪啊，因为你有罪伫伊身上，所以上帝才要责罚你，上帝要办你，所以呢，将灾难临到你的家庭、你的身上。所以世间人所讲的叫约伯三个朋友的思想，拢像啊，什么啊？苦难拢是因着人犯罪的结果。但是约伯的情形，交这句话的情况无同啊。咱伫约伯记内面第1章甲第2章，才知影
撒旦魔鬼啊，叫上帝底下咧争辩啊，为着这个灾难的代志，为着这个约伯的代志，这项代志伫咧争辩啊。突然看出什么啊？人啊，若是经过人的灾难，若是经过上帝的允准啊，无一项代志会发生伫神的囝儿身顶。因为平时上帝是将这个栏杆吼，干的威慑伫属神的囝儿，歹天使跟保护咧。若是上帝允准伊，无一项会发生伫因的身上啊。但是上帝扭转灾难临到有伊的目的，有伊美好的旨意伫当中啊。人的苦难灾难，无一定是因着人的罪，乃是神要借着上帝要借着这个灾难啊，还是病痛来荣耀上帝的名。约翰福音第9章内面啊，讲到这个耶稣行这个神迹，耶稣拄着这个出世哦，就痴迷的人咯。出世就痴迷，搁一阵啊已经大人咯，也搁是痴迷咧。门徒也看到这个生出来就痴迷的人，就问耶稣：耶稣啊，伊安尼生出来就痴迷了，是这个人犯罪，还是因老爸母犯罪，以致到这个人来受上帝的刑罚，互伊生出来就痴迷呢？但是耶稣怎么讲呢？耶稣讲，也毋是这个人痴迷的人犯罪，也毋是伊的父母犯了罪。耶稣继续讲什么呢？伊讲是借着这项代志，是要伫这个人的身上、身顶啊，来显出上帝的作为，也就是借着这个人的痴迷哦，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叫能力。哎呀，咱真侪人无这款属灵的眼光，难道灾难对咱有益处吗？咱看这个另外一个使徒，另外一个门徒哦，也就是雅各，耶稣的亲小弟啊。伊伫写一本叫做《雅各书》内面，伊对这个苦难，互咱一个教导。什么教导呢？伫伊所写的《雅各书》内面啊，第1章啊，第2节安尼讲，伊讲我的兄弟们啊，恁哦落伫百般的试炼当中，拢着以为是一项大喜乐的代志，因为知影恁啊的信心，若经过了试验，就生忍耐。但是忍耐也着成功，互恁当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互你真做就是完备，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雅各对这个灾难哦，来讲出这属灵的真理来。咱先看这雅各书哦，这本册写的对象是什么人呢？伊头就安尼讲，这本册哦是要写讨怀散居伫各所在的12个支派的犹太人兄弟姊妹。因为当时伫耶路撒冷第一个教会啊，受到逼迫啊，所以兄弟姊妹哦，互人掠去关头去杀害，所以在信徒啊就分散
伫迄个罗马所统治的真侪所城市来达所在。那么，因呢，这个时候朋友受到灾难，受到苦难，所以伊写这本书的对象，毋单单是对当时受苦难的犹太人啊，来对今仔日的教会来讲，也是要对咱在现在咱兄弟姊妹伫苦难当中的兄弟姊妹，甲伫迄历代以来落伫逐款的苦难当中受试炼的人当中，在信徒。那作者真详细、真清楚的来解释各款的困难的性质是啥物咁应该的用什么方法来得胜来应付对应在困难的代志。伊有两个名词伫这个苦难当中伊解释什么？解释这个试炼甲试探的意思是啥物？咱有说受试炼，是这个人伫苦难当中受魔鬼的试探。那这个试炼是试探这个 temptation 甲这个 test 试炼伫原文希腊文的原文拢是送一字叫做 peirasmos， 有正面甲负面两个意思啦。伫正面方面呢，这个是一个好的意思，伊的含义是好的，无啥物无好的代志。意思是咧试验伫好的方面咧试验人是到底有信心无信心。人着经过试验才知影真假。咱伫新约，耶稣行用5块饼2尾鱼互5000人食饱，这项故事，这个故事。耶稣伫这山头咧讲道，有5000几个人来听伊讲道。到黄昏的时节要倒去，耶稣行去北岛摇。就讲这个门徒讲，咱要对倒落袂再食面来互跩人食。耶稣是知影伊应该怎样做，但是伊为着要试验圣经讲耶稣说这个话是要试验腓力。伊试验，耶稣知影家己要怎样做，所以试验伫好的方面，就是试验的意思。但是负面方面呢，伫无好的这方面是啥物呢？是讲到试探，是负面的，亲像。新约内面法利赛人叫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这个试探甲这个试炼送一字，这个原文送一字但是伫无好的方面是讲到试探，要来试探耶稣，叫耶稣对天顶行神力互因看。圣经也讲到这个以色列人伫旷野内面。试探上帝，试探耶和华，所以这个常常来互上帝发生气，因为因来试探上帝。所以试炼也就是试验的意思，是指伫外面来的一个灾难、一个灾厄，还是信主了互人逼迫。受苦难，还是破病，等等，伫对外面来的下在试探呢，是指咱内心有无正当的欲望叫迷惑，
咱心内有一个欲望，有这个受世界的试探迷惑来犯罪咯。所以这个试探哦，伫恶意顶面来讲哦，是出于魔鬼撒旦的作为。魔鬼撒旦咧试探人的目的，是要叫人犯罪，离开上帝。那受试探的人哦，如果那是接受试探，那伊就去犯罪。伊犯罪是为了满足伊内面的私欲在欲望。所以圣经讲伊说，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家己的私欲牵引诱惑咯，托在咱的欲望来引诱。所以试探的这个结果是在人若受试探犯罪了，伊的内心、伊的心灵就痛苦无快乐，伊的肉体甚至被破坏、破变了。但是，会忍受试探的得胜的人，伫试探当中，伊靠主的能力来得胜了，忍受得胜了，那么伊就得到圣灵赏赐伊内面的快乐，圣灵的充满甲喜乐。所以，这个试炼，是等于是试验的意思。是一种的考验来验证、来证实、来证明的意思。所以试探叫试炼无同。所以我国伫第1章第2节安尼讲，说信徒落伫百般的试炼，关系信徒这个信心的试炼是试验因的信心。就是一种的考验的意思了。咱生活当中有一件困难的代志，只是信心的试验室。咱知影伫试验室内面实验室内面来试了才会知影。所以苦难就是诚做咱信心的实验室，来试验一个人信心的真甲假。来考验人以后咱就会知影这是真假咯。所以试炼咱的中文里迄个炼里有一字火字旁，再一字干里迄个就是炼意思啊。这个炼里的意思咱亲像炼金这个真金未炼伫火内炼的时阵伊本来是含伫石头内面。还是山土内面，所以山石头伫烈火是几千度的火烈的烈火当中伫鼎内面来炉内面伫咧烧，伫咧炼的时阵，到最后迄暗针就起色了，只留落迄真金、迄纯的金落来。人的信心也是较咱咧试炼。要经过苦难来试炼咱才会知影，这个人是真正听上帝，还是毋是听上帝？有的人经过淡薄苦难来试炼伊的时阵伊就离开神咯，咒诅上帝咯，无过来教会咯，甚至愈行入去黑暗的内面犯罪咯。这个是真可怕一项代志。所以兄弟姊妹，上帝要试炼咱，是为着咱的益处。所以雅各的这作者就苦劝信徒咱来处伫逐款的试炼当中要看为是一款的大喜乐。需要着忍耐忍耐是什么呢？忍耐是一款的耐力什么是耐力呢？耐力亲像咱伫咧学举重。咱教到10磅的时阵，教艰苦开始教艰苦，但是愈来练来愈来，逐日安尼咧教，在咧教，你10磅，你后来个天20磅，
开始艰苦，但是愈来愈练，愈训练的时阵，你的耐力会增加。你愈教愈重，愈教愈重，你袂感觉艰苦啊，袂感觉讲你就伫这个运动当中啊，得到喜乐咯。所以咱看运动，有人咧走，叫伊走1公里啊，走啊海喘。但是伊逐日咧训练的时阵，受即款重力的训练了后，伊会增加2公里、10公里20公里、25公里，伊愈走愈有力量。伊经过训练，当咧伊内面就会个耐力。咱受苦难的时阵，若吞忍忍受，咱就内面就有即款的耐力。所以作者苦劝咱落伫各款的灾难试炼当中啊，就是苦难当中，试炼就是苦难当中，咱着看为是一件喜乐的欢喜的代志。因为即种大的欢喜咧，咱看起来较咱无正常啊，违背了这个常理啊。但是咱知影伊后来的意义咱就会产生这款的喜乐啊。因为咱伫苦难当中，咱记到有圣灵的帮助下面啊，就产生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的确伫耶稣基督内面要保守恁的心怀意念。咱受过试炼了后，咱人信主的人就更较顺服上帝的旨意，顺服上帝的安排。知影咱就知影这个万事互相效力，为着是要叫咱受试炼当中伫苦难当中得到益处。所以咱受到试炼得到益处，咱就得到成事。所以圣经搁在讲，要得到生命的冠冕。冠冕是一款得胜的记号。当时古早时咧运动的时阵，用叫橄榄叶编做一个冠冕啊，意思这个人伫运动当中得胜了。人若伫经过了试炼了后啊，伊若无跋倒，伊咧忍受了在苦难，忍受得掉伊就会得到什么呢？走到路尾就得胜了，就是上帝赏赐伊生命的冠冕，就是得胜的意思。那这个得胜的，伫这个属灵的境界内面就是永生这个永生是上帝所应允托怀听上帝的人来经过试炼了后，伊无放弃追求上帝，伊无放弃听上帝，伊无放弃敬畏上帝，还继续军地甲主亲近。那么这款呢，伫试炼当中的胜利，就会得到将来的冠冕。但是如果一个人伫试炼当中讨罪恶所胜，讨罪恶赢去，伊袂做咧怪上帝，敢若真将这个试炼伫伊的身上发生因为神毋是试探人，神乃是来试炼人、考验人的信心。那么这个人伫试炼当中还是伫试探当中来跋倒是因为伊被家己的私欲牵引，所以引诱伫这个欲望当中所以圣经讲，这个私欲亲像咧怀胎，这个妇人怀了胎，怀了胎后来就生出什么呢？伫内面孕育这个时期，就会生出罪来。罪若成长以后就生出死来。这个死就是永远的死，永远的伫上帝的刑罚内面受永远的死亡痛苦。所以感谢主，
那互咱知影这个试探甲试炼的分别。试探是魔鬼来，试炼是上帝来。啊，来这个试探哦，还是试炼哦，有三种的来源啊。试探有三种的来源因素。头一项是伫生活当中啊，各款的环境苦难临到，所以圣经说伫百般试炼当中会苦难受苦，所以伫外面这个环境。第二项试探的来源是什么？家己的私欲，家己这个贪恋世界，弯道争着享受这个肉体，放纵家己。为着要放纵家己，享受这个肉体，就放纵家己了，犯罪了，做歹代志了。所以这个就家己欲望。第二款的试探的来源。第三项是什么呢？试探者，那个试探人的就是魔鬼撒旦。魔鬼撒旦试探人是为着要叫人犯罪离开上帝。魔鬼常常借着这个世俗的一件代志、私欲的代志、等等的方法来引诱人犯罪。那么，咱知影应付这个试探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靠着信心。信心经过试验了后啊，就会生忍耐。那么，忍耐得胜。有可能看出在百般当中的试炼当中啊，最后的得胜就有喜乐。那么伫外面肉体外面的会在试炼吼，有下面几项，咱应该有什么态度？咱外面的试探、试炼了后，伫各种的苦难当中，咱应该有存什么款的态度呢？头一项态度就是咱要有喜乐甲忍耐。因为咱知影经过忍耐得胜了后，就有喜乐临到咱。第二项，咱试炼的能力对得落来啊，咱受试炼、受苦难，咱能力求上帝就托咱有智慧。所以上帝讲说，凡缺欠智慧人，就来向我求。为什么这个神的智慧伫试炼当中真重要呢？因为心中若缺少这个智慧，上帝来的智慧呢，伫试炼来的时阵苦难来，伊就袂晓来明白，袂明白这个试炼的目的是什么？原来这个试炼是上帝的旨意是属灵，咱需要用属灵的智慧。若无属灵的智慧，咱就试炼来的时阵咱就容易讨这个迁怒上帝，就是说收起上帝咯。咱唔知影上帝的美意啊，因为无这个智慧，对神就发生气，咒詛上帝，就迁怒上帝。因为咱缺少这个试炼当中的智慧，所以咱兄弟姊妹，咱对约伯会在经历当中会可能看出，伊伫各经历了各种的灾难了后，约伯还在有法人阿罗上帝。所以外国也是用这个平静叫富足、富有来互咱这个比较。伊讲人伫这个人伫平静当中来升官还是这个富裕的人来讲价咱着存着欢喜的心，就应该着喜乐。因为神的智慧，互咱有可能看到什么呢？人若伫这个平静当中的时阵等于一无所有的时阵，
这个病境的人，才会晓来到神的面头前来求，伊来挖苦上帝。当一个人来向上帝祈祷，向伊求，来挖苦上帝时阵，这个人才有可能得到上帝的祝福啊！因为伊谦卑落来啊，来到上帝面头前啊，来挖苦伊啊。但是凡富足的人呢，逐项有咯，样样都有了。那么伊的心内面既然我逐项有咯，无缺欠什么，伊自满自足咯，自满自足咯。伊心内讲是，我无需要上帝咯，上帝对我无路用咯，我靠在钱财就会做的咯。那么一个人若是安尼骄傲起来，上帝要加降价，降价，并且伊远远的离开上帝，伊挖苦的是财物，那么伊就失去了上帝恩典，那么伊就是对伊是一个损失啊。所以圣经教咱着学习操练这个恩典当中，咱着操练伫恩典当中啊。人伫缺乏的时阵，咱才会晓咧挖苦上帝的供应。人伫破病的时阵，伊才会祈求神来医治啊，来祈祷啊。人伫软弱的时阵，伊才会靠上帝来刚强啊。所以挖苦上帝的人，才知影伊是一个蒙恩的人。挖苦上帝的人，伊才会晓咧报恩啊，向上帝报恩。会晓报恩的人啊，就得到上帝的祝福啦。所以人伫患难的时阵啊，也是缺欠的时阵，也是伫贫穷的时阵，毋是上帝欢喜将这灾难推临到伊，乃是人因着人家己本身的软弱，上帝虽然无愿意互伊受苦，但是因为伊家己的软弱无追求交对上帝的错误神就允准一件苦难来临到伊的身顶，互伊学习属灵的功课，也互伊知影，若毋是上帝的允准无即项苦难会临到伊。但是神伫伊苦难的时阵，使伊施恩互伊，因为神的恩典是高额以用的，是丰富的。可能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得胜，伫试炼当中的人，受试探当中的人，所以人毋通骄傲，无论你伫富足的当中，咱毋通骄傲，反在着挖苦上帝，因为上帝来将咱跩摕去，咱就一无所有咯。上帝来将咱的健康摕去呢，咱就无咯。但是在上帝面头前谦卑的人啊，会来求讨。所以圣经讲伫上帝面前感觉空虚的人有福了，因为干来伊会晓来求上帝，所以求主帮助咱。所以下面几点是咱一个结论几点咱应该学习的。第一点，就是主耶稣是咱得胜试探的模范。耶稣本身经历了各款的试探，但是伊无犯罪，伊得胜了。所以耶稣是咱学习这个赢家试探的这个模范。因为耶稣伫旷野内面受过魔鬼的试探，伊得胜了。伊40年日伫遐禁食祈祷，
一个人伫遐专心祈祷仰望上帝的时阵，圣灵伊灵内面就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内在的力量。这是祈祷的力量，祈祷产生力量，有法能赢过试探，赢过魔鬼撒旦的试探，也有法能赢过试炼。第二项，让咱学习的功课，就是咱伫试探的当中咱看上帝咱的主耶稣赢过试探，伊是常常用神的话语来抵挡魔鬼。因为神的话语是满有力量，神的话语就是真理。每一摆撒旦要来攻击耶稣、试探耶稣的时阵，耶稣拢是用神的道理、神的话来对抗魔鬼，这是得胜的秘诀。过来第三点，就是主耶稣顺服圣灵的带领，上引带耶稣去曠野内面受试炼、受试探的圣灵。圣经讲圣灵引带耶稣，带领耶稣去旷野咧。所以一个人要得胜咱就顺从圣灵的带领。圣经甲咱讲，伊讲恁若顺服圣灵而行，就袂放纵肉体的情欲咯。加勒太6章8节讲，顺着情欲野情的，的确要对情欲来受败坏。那是顺着圣灵来野情的，的确要对圣灵来受影响。所以兄弟姊妹，圣灵愿意赐予咱得胜罪恶甲试炼的力量，咱应该着靠圣灵的力量来赢过试探，应该接受上帝一个善意的试炼。咱伫苦难当中，上帝用苦难来试炼这个人，为着要叫咱得到真金，要成做一个完美的人。所以兄弟姊妹，你毋知影你现在的属灵的情形是怎样的？是伫苦难当中吗？还是伫叛变当中呢？或者是伫撒旦攻击的时阵，你失去了迄个力量呢？所以圣经假使咱活靠家己，活靠上帝的带领带领，活靠圣灵的力量。所以以弗所书6章10节安尼讲，保罗讲，伊说我也阁有末了的话是恁着靠着主，依赖伊的活靠伊的带领带领，做一个刚强的人。上帝爱咱做一个刚强的人来得胜。雅各书迄搭甲咱讲，伊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气咯。咱毋通当作是一个灾难。忍受试探还是试炼的人有福气咯，因为伊经过试验以后的确要得到生命的冠冕。这是主永远要赐托怀听伊的人的这个赏赐。所以兄弟姊妹，咱现在伫这个灾难当中，伫这个末世当中，咱可能会拄到真侪灾难，遭到在困苦、在问题、在试炼来临的时阵，上帝甲咱讲，着以为是有一个福气，咱着以为大喜乐的。因为咱经过在试炼了后，咱要得到赏赐，将来要得到保障兄弟姊妹，你愿意伫苦难当中、伫试炼当中，还是伫
试探当中得胜啦，毋是靠家己，乃是靠上帝的带领带领。咱三合阿头，亲爱的天父上帝，阮的阿爸爸神，多谢你，搁再一摆，互阮有机会来学习属灵的功课、生命的功课，就是伫灾难当中要怎样靠主做一个刚强的人来得胜，来得胜试探，来得胜伫苦难当中，要吞忍成功。世间人讲，世间一切的灾难甲痛苦，拢是因着罪本身的罪来的。但是上帝啊，阮对着约伯心中，并毋是即款的看法，因为伊伫苦难当中，仍然法来坚持伊的信仰，坚持的来信靠上帝，来赞美上帝，甲主有亲密的交通。伊无犯罪，也无随便评论上帝来得罪你。亲爱的天父啊，伫即2年的这个灾情啊、病毒的灾难当中，你的正行里落伫各款的灾难甲困苦当中，求你用你的带领带领，来借着圣灵的帮助，互阮应该有的智慧，有人明白你的旨意，明白你的美意，做一个刚强的人。阮知影，经过试验了后，的确要得到生命的冠冕。愿阮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头前，为主发光做盐，伫世上来荣耀你的性命，将来伫天顶要得到你的赏赐。感谢你，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